37岁女星 Selena 任嘉萱2011年和张承忠结婚，2016年2月夫妻缘尽，结束不到5年的婚姻，从此两人相敬如宾。直到去年 Selena 与老东家华研合约期满自立门户，却因团体合约找上阿中帮忙协商。近日 Selena 接受媒体专访时，坦言离婚时无法敞开心面对前夫，如今已经释怀。Selena 近日接受《自由时报》专访时表示，离婚后本来没办法和前夫阿中自然的互动，当时自己完全做不到，然而现在真的可以了，就连阿中也觉得 Selena 敞开了心面对他。日前 ，S.H.E 3位成员为了和华研协商的合约问题找上了张承忠。Selena 表示看到阿中有很多改变，自己为他开心，坦言现在彼此的关系更接近我们当初分开的目的。不过他也笑称 ，Hebe 和 Ella 坚持一定要付阿中律师费，只有 Selena 开玩笑的向阿中说不能跟我收钱，尤其是律师费的部分，毕竟两人关系比较不一样。被问到是否可能和阿中复合， Selena 斩钉截铁回答不会，但她表示两人能像兄妹就好。至于近日和神秘男子约会被拍到， Selena 则表示那只是录节目的内容。